咁啊點解咧？你諗下個街舞比賽又叫做 BC One 喎，又 One on One 喎，又曲棍球啦，曲棍球又一隊對一隊喎，然後每人有一球夠啦 ，Jackie 唔好講啦，不如我哋即刻去睇下街舞啦 ！Let's break it！Right to BC One Hong Kong Cyber. So you guys ready now? 係一個好大型嘅比賽啦。Yeah！ 咁贏咗嗰位咧，就可以去日本參加呢個 qualify， 夜晚 qualify 啦，就會去韓國參加今年嘅 World Final。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大家聽到啲音樂嘛？哇！呢度就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嘅 B-boy battle 啊，街舞比賽。嚟呢一度唔單止要贏，仲要型啊！所謂 B-boy 就係跳 breaking 嘅男仔喺台上邊用佢哋嘅 breaking 技術嚟決一高下。而呢一個比賽 BC One 絕對就係全球街舞發燒嘅終極目標之一啊！喺舊年喺52個國家同地區都超過60場嘅決鬥有過千人去參加比賽㗎。而今屆香港區嘅賽事就喺西灣河協青社舉行。今屆請到3位猛人擔任評判，分別係香港嘅 Monkey J。佢係11年同埋12年連續2屆 BC One Hong Kong 嘅冠軍嚟㗎。嚟自台灣嘅 New Dragon 佢係08年同埋10年 Freestyle Session 台灣嘅冠軍，今次特登嚟到香港擔任評判。呢位就係名氣最大嚟自日本嘅 B-Boy Kaisuke， 佢曾經喺07年同埋11年都攞到 BC One 嘅亞洲冠軍啊！哇！睇完3位評判 show quality， 即刻睇翻今次嘅比賽啊！今次喺香港搞嘅比賽有超過142位選手參加，比賽形式就係 one on one 嘅 battle1對1㗎。喺每一場會有2個 round， 2首唔同嘅歌，而每一 round每人係輪流各做大約1分鐘嘅動作。咁要跳啲乜嘢，做啲咩動作，就完全冇限制，自由發揮㗎。邊一個跳得夠好、夠勁、夠有型，3位裁判嚟舉起佢個名，俾佢晉級咯。跳舞最重要，我哋嘅評分準則就係原創啦，有節奏感啦。最簡單嗰個想法就係你跳得多，你要令到觀眾嗌嘅，咁你又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分數嚟咯。要得做 battle， 要得做決鬥咁台上邊梗係要有翻咁上下嘅火藥味啦。所以見到佢哋不停用動作、用表情、用眼神去挑釁對方啊！咁當佢哋去到比賽嘅時候通常都會喺佢自己個名前邊加翻 B-Boy 2隻字，表示佢哋係 breaking 中人啊！咁當日嘅比賽由朝早比賽去到夜晚。到底邊2個選手係最 hip hop、最勁、最型，可以入到決賽呢？我哋就冇話好特別咁樣為咗呢個比賽去準備一啲咩，但係我哋就每日都會去練習啦，因為我哋當 hip hop 呢個文化咧係我哋嘅係我哋嘅 life 嚟嘅。無論對住咩對手都好啦，都係做自己最擅長嘅動作啊 move 啊，咁去應對咯。咁到最後都係睇評判中唔中意嘅啫。其實咁好慶幸我都入到 final 咯。入到決賽嘅就係綠色衫嘅 B-Boy E.T. 同埋灰色衫嘅 B-Boy Drunk。咁決賽入邊要跳多啲噃，係3首歌3個回合。
灰色衫嘅 B-Boy Drunk 喺07年曾經代表香港出戰呢個比賽嘅亞洲區資格賽，仲打入埋喺南非舉行嘅 World Final 啊！所以對於今次嘅比賽可以話係志在必得啊！至於綠色衫嘅 E.T. 跳街舞已經有10年以上，期間不斷參加比賽，用比賽證明自己嘅實力。因為今次比賽嘅冠軍係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亞太區嘅資格賽，嚟緊10月份去到日本㗎，係一個榮譽，同時都係個開拓眼界嘅好機會。呢一場決賽經過3個回合之後3位裁判嘅評定竟然係打成平手，要加時鬥多 round 啊！嗰刻真係準備唔到啦，因為經過1日嘅比賽，我哋都已經好攰啊。去到最後3彎跟住打和，我個心態都突然間雷劈落嚟咁，我都唔知點反應，咁就都冇辦法，我都要堅持落去，做到我最好咯。對於今次比賽入到 final 咧，咁我其實準備咗4彎嘢嘅，評判都有俾呢個 tie break 啦，即係打和啦。咁最後嗰彎已經係畢生嘅最後一彎㗎啦，已經係，咁就做埋佢啦，最後。嚟緊呢段時間Drunk 朝早就會跑步、游水練體能，喺夜晚練舞啊！希望喺日本亞太區資格賽攞到好成績啦〜